1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，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这个10年里，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没想到一件事情可以做那么久。我并没有觉得我红了，我觉得我是被更多人现在看见了。我希望能够抓住更多能够让自己成长的这些机遇，让粤剧真正的红起来。害怕被时代所抛下，也许我现在就是落后的，但是没有人规定说落后的人不允许再走到前面去。我们只需要拥有不害怕被时代抛下的这个勇气，我们只需要拥有向前走的这个心。